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行政院通过修正草案，10项的小型违规无开放检举也未记点，会送立法院审查。不过民间团体正不满被发起抗议。台中良知呢，有民众行过路线，说互倒滑的货车弄死，市区也有公车西正向险些弄到骑脚踏车的民众。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工业用电的起价，另外针对民生用电，若准起5炮去试算120度以下，加无到10块钱。讲到违规记点新制度，去年实行了后，会当互民众检举，却引起职业驾驶的反弹。行政议会今日通过修正草案，罚金伫咧1200块以下，较小型的违规，包含骑奥多摆使用这个手机啊，停伫咧过路线等等10项违规，袂搁再受理民众检举。这草案也要送到立法院审查。不过，路权团体是真不满，强调要发起抗议行动。道路双排临时停车，也是停伫行人穿越道，未来无搁受理民众检举。行政院7日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加10种最高罚款1200块的道路违规，定义做较轻的违规，包括骑机车无戴安全帽、手提行动电话伫讲话，也甲汽车驾驶伫开车时阵点烟、食薰，影响别人行车安全。另外，伫桥、磅空人行道，包括顶仔卡行人穿越道、快车道临时停车，也有违规占用身心障碍专用停车位违规停车，这10项违规行为无搁受理民众检举。轻微违规的这一个项目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在这一个就是条例送立法院审议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同步会来这一个办理，会预告这个大概30天的一个时间，让大家这个外界有充分意见的一个表达。交通部表示，修法虽然限缩民众检举项目，但阁未降低执法的强度，违规行为拢会处罚款，而且依照情况、依照规定吊扣还是吊销驾驶的执照。对这代志，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是批评。交通部伫修法前，也阁找民间团体伫开会，结果也是决定安尼做。未来要发动北中南串联抗议，无要互立法院通过修正草案。交通的环境是如此的危险，没有被改善。又要去开放这么多的违规行为，本身就非常不合理。但交通部却无视我们的抗议，还是执意要一意孤行。违规不是合理的哦，违规也不是对的，只是在任何的法定制定下面，其实都应该要考虑到每一个行业以及交通安全上面两边的一个平衡。这个修法嘛，降低记点冲击，放宽自费道安讲习抵扣记点的限度，由1年抵扣2点提高到4点。对这样代志，台北市机动车驾驶职业工会认为，部分因为营业秩序违规，会当免受检举还是记点，这是减轻职业驾驶的压力。对修法引起职业驾驶加路权团体无同意见，交通部长王国材回应，这是现阶段道路交通环境改善前的暂时做法，希望伫道安甲边缘会当找到平衡。所来立法院审查期间也是会使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最近发生2件交通事件，引起众人关注。一件是伫咧利用这民众行过路线，说互倒滑的货车弄落去，送到病院救无回来。另外一件是公车咧正向倒滑，险险去弄到这骑脚踏车的民众，而且伊个违规撞过红灯。虽然警方有甲因移送法办函开罚单，不过学者也是认为讲，这交通的观念爱对细汉就开始贴起。这个月7号下昼4点半27分，越南籍姓黄的驾驶驶货车准备倒滑，台中市台湾大道5段线直接弄到当咧过大路71岁姓杨的老大人，紧急送医了后，也是宣告死亡。姓杨的驾驶互警方以过失致死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杨敏经送胡七同综合医院救治急救无效，全案依事故处理程序调查处理，并依过失致死罪嫌将阮男移请台中地检侦办。到伫同一天，一台中路客运公车经过南屯区南屯路精城路口的时，抢警划过双黄线到对方的车道，才一点仔弄到骑脚踏车的民众所落来个弄红灯，倒滑永春东路全程拢互民众收落来。警方表示，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7200块的罚款，估计交通违规事点，客运业者讲会对驾驶记过处分。该公车逆向闯红灯，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3款第53条第1项，最高分别处新台币5400元及1800元罚锾，并分别记1点及3点。我们这样看录影带，确实他有违规的行为在发生嘛。以违反行车安全规定，我们记大过处分之外，当然还有所谓的罚则的部分。
交通法则修法加重，但国家所停无让行人的状况也是继续发生。下届政会法规各方面拢真完备，问题出伫交通观念教育无拍基础，应该为各校的编辑教材临时化考核。很多东西都是在驾驶者本身的那个驾驶习惯上，像欧洲有些国家甚至于日本从小学就开始了。我们只是小学只是一些基本的口号，但是要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们，交通是一种公共事务，大家都要守规则。台中市交通局强调，公车违规案件会请业者加强驾驶员教育训练。若所属驾驶定违规搁情形虐待，会导致公车偏减，影响业者扣减补贴款。记者做报道。讲到台南市西门路和五惠街这个路口的建案工地已经做3个月过，昨下晡煞熊熊崩塌，也害这吊车载落去。经过透暝抢救，半暝2点已经把这吊车的手骨刷走，西门路也恢复双向通车。市政府先甲建商罚27万以外，等咧施工的建案工地全部停工，检验通过，才会当继续动工。本来管制的台南西门路已经搁再通车，不过五惠街工作人员也搁伫赶工，5项初7暗时会当通车。初6下晡，属有丰隆建设公司的大楼建案基地煞塌落去，后续利用吊车伫吊挂时阵，吊车搁并车，吊车手柜坏伫落去。好在当时路口有管制，无造成人员伤亡。不过住伫工地对面租厝的3个少年查某囡仔烦恼甲无法度困，所以由市政府安排去饭店住。台南市政府初6暗时10点成立紧急指挥所调度处理。另外嘛，下令丰隆建设，包括这个工地在内5个建案全部停工，搁依法罚27万。经过1暝的抢救，吊车手伫初7透早2点已经移除。初步判断原因，问题好亲像都是连续壁。因为它现在地下室都还没开发，是纯粹在连续壁的施工阶段。其实我们连续壁施工它在开发过程就是靠稳定力去支撑这个土壤，让它不至于造成崩塌。所以稳定力品质其实跟开发它会有绝对的关系，所以还是要等施工单位提供相关资料。因为牵涉到公共安全，事故现场周围的五惠街、西门路拢总设11个监测点，也每3点钟监测一届。目前民家车去的指数也搁伫安全范围内。若是塌落去这坑由南马空车刷落灌浆补强地基，拢总管320方按摩涂刷。丰隆建设初7早起嘛出来回息咧，已经请专业技术了解原因，意外影响附近民众，嘛会专业负责处理。有很多可能性。我们等调查出来以后，再跟各位报告。我们昨天晚上就已经逐户在拜访，我们也表达我们负责的态度，就是如果住户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一定是负责到底。然后这个周边的房屋经过检测，目前都在安全值内。那未来呢，我们也将这个启动在建设建筑工地的部分，要启动这个第三方公正客观的第三方来做认证。那来作为将来对于公地管理的政府机构的一个标准。市政府工务局要求丰隆建设初8前完成工地4周围徛架的鉴定复查，包括是毋是有车去也甲塌落去的情形。当时成立民众陈情，也甲回报窗仔口修理住户的陈情，确保民众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食料苏丹红的风波，全台湾22县市营养午餐拢以风性停用咸姜仔粉。高雄、屏东、台南也宣布，对即马开始3个月禁止使用咸姜仔粉，也有咖喱粉等烹料，包含学校和医疗护理机构。另外，台南的老品牌成功酱园也互通知讲，因有6种商品有去用到违规的咸姜仔粉，因的商品需要查封回收。新北市政府阁稽查出3批辣椒粉原料检测，苏丹色素3号，其中2批已经卖去下游。2款商品真好加辣椒粉加真好加辣味精肉粉，特定配合使用到问题原料，已经要求业者回收产品。但市卫生局对查涉出来老牌业者成功酱园，也有6款商品使用到违规原料，业者已经配合将厂区的库存全部封存，各种相关的产品大项封条，也通知经销期点回收。卫生局已经到该厂区封存6862公斤，已经命业者在3月8号以前完成回收。
避免使用着违规所当红辣椒粉相关商品，新北市政府设立首先宣布校园午餐停用辣椒粉加咖喱粉。为伫新北市设置这间团膳业者是800几几间学校营养午餐供应商受到通知，随意调整大寮区使用产品。业者讲，禁用辣椒粉无啥影响，咖喱粉伫校园团膳中平均一个月出现2-3摆，会甲营养师同齐换后手的菜色。咖喱的这个料理。那会思考说，把它改成什么样其他的烹调方式，比如说改成红烧啦，或是改成沙茶啦、沙爹啦的部分，可以正面表列，让社会大众、让消费者，他其实对于检查通过的产品，他可以去使用它。劳动中，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甲台中市政府拢伫设立行为要求，校园团膳暂时停用辣椒粉甲咖喱粉。高雄是伫初市宣布，虽然教育部已经完成学校营养午餐全面清查，并无使用问题产品，因为考虑辣椒粉原料流向，爱对上厘清即日起特定机构禁止使用咖喱粉甲辣椒粉为期3个月。全台22县市拢先后宣布暂停使用。对象包含各级学校、医疗机构、长照机构、护理机构以及社福机构，并清查机构食材使用情形，尚无法确保产品全面下架回收。为了维护校园午餐安全，台中市学校营养午餐自即日起暂缓使用辣椒粉以及咖喱粉。对于部分县市无限制辣椒粉甲咖喱粉的使用，卫福部表示尊重地方自治，同时也确定所当红事件甲其他的食安无同，无啥可能一件辣椒粉无合格就全面禁止，安尼会使市场欠货。目前全力追查违规商品流向，边境抽查合格也是会真靠。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社会局有一个细老的查某科员和伊的男朋友涉嫌伫网络顶头卖毒品大麻，搁伫咧市政府门口交货。昨2个人互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问话了后20万交保。针对细老科员的行为，社会局下晡召开科职会，说因为本人不来，依法先甲停职，另立一个开。一旦市政明确，我们一定严惩严办。绝不宽待，绝不护短，未来绝不允许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台北市长蒋万安讲谈话，因为台北市社会局一个姓刘的女科员涉嫌伫网络卖大麻，交易地点搁选伫民众进出办公的市府门口。女科员甲姓周的男朋友2人找人去检调逮捕约谈，询问了后，故意20万块交保。面对媒体提问，专程逃离礼无讲话。为什么要是在市政府里面贩毒啊？不好意思。要不要说明一下？根据了解，30岁姓刘的女子考入去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任职未满2年。社会局长是讲，伊平时处理业务无特别的各样，是检验到办公室来搜查，才知影部属竟然犯法。非常的一个讶异，因为不论同仁的一个出勤或各项的状况上来讲的话，都还是在一定的一个平和的范围内。因为大麻是二级毒品，犯罪是10年以上的重罪，行为严重影响市政府的名声。社会局初7下晡嘛召开科职委员会，联络伊出席表达甲身边，不过1点半钟的会议期间，伊本人也是律师都无出现。没有完成所谓的陈述跟申辩的程序，那会再通知当事人，也给予一个合理的时间，择期再开。那另外，我们现在目前也将现有的关键证据送请惩戒法院审理，并依职权先行停止他的职务。依法爱尊重当事人申诉权利，所以15会召开第2届科职委员会做最后的定处决定，相当会予人免职，失去公务人员的身份。不过目前是以停职处分，这段时间也是会当领半薪。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王美惠今仔日公务信箱收到一封电子批，要求伊汇款2000万，若准无者，就要甲伊服务处绑掉。甚至有网友伫咧讲，有人想要模仿郑捷，伫咧捷运顶头乱杀人。警方追查了后，找到嫌犯。嫌犯讲是和爸母发生口角，才情绪失控，目前方依照恐吓公众罪移送法办。捷运自早到暗，人拢未少，即马有人提醒坐车爱细意。网友写了发文，坐板南线爱注意，因为捷运站保全讲，最近有人想要学郑捷随机杀人，会有一点点害怕。就是随机的这种突发的状况，会让人家措手不及。Face 这个言论引起关注，下区警方加派人手巡逻，总算找到人。原来保全讲的话，唔是无影无迹。因为内部信息风通知，桃园乐德分局通报，一名细蛋的毕业生伫社群呛声，要去板南线随机杀人，才因为善意提醒。
系保全公司内部提醒资讯安全案例资料，尚无发现有散播谣言或不实讯息之情事。八家公司也证实，测试有接到归案证据，也过放过杀人的嫌犯，早已经被逮捕。以便讲甲爸母起政治一时情绪失控，才发布不当言论，妨以恐吓公众罪嫌以上。这个案件才平息，即马阁有另外一件恐吓案。批信无抢到高雄市长的名，讲要伫后会的服务处按炸弹啦，佮要求爱2000万啦。若无伊要拿炸弹互崩开啦。为今年3月以来，伫罗志强甲黄在了后，阁有第3回立委互恐吓。立业的王美惠表示，公务信箱受到无名高雄市长陈其迈的炸弹恐吓，烦恼安全受到威胁。即马看到国内一直有恐吓案，摆除有意威胁，律师提醒，伫社群点公开平台，就算是心情抒发，也爱尊重。如果是这个好玩，但是你已经认识到这个情况可能会造成人家的恐慌的话，那恐怕这个就会有恐吓公众罪的问题。国内一直有恐吓案，定用批件私信，还是社群平台，向公家机关、政治人物，甚至无定定的人来威胁。过去警方调查了后，部分真歹找出无碍主事者，不过无论是有意还是好耍，拢已经触发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电这几年已经了超过3000亿啊，这电钱敢真正会起呢？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会继续争取补助，要让工业用电会起大升。另外，民生用电的部分有先去做试算，若准起5%，而且一个月用电量无超过120度的，算起来一个月加9块尔，影响是无济。不过，敢会起电钱，也是爱等审计委员会决定。因应俄乌战争，和国际燃料价小欠悬，台电发电成本也起。不过，台电为承诺减缓通膨的政策任务，到去年底有了3000多亿，有估今年会阁增加了钱1887亿。电价若是无起，或者是无政府的补助，台电净单有估会减少228亿。电价是不是全部要起，加做立委观察的焦点。涨或不涨，现在经济部尚未有定案。我们会提出相关的这个情境，让他们去参考。工业用电会不会涨？调涨的话，应该是会涨。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工业用电会起，调整幅度会分尖峰甲离峰用电。另外，敏感的民生用电到底是不是起呢？无正面回应。以即马民生用电来看，民生用电330度以下，为2004年开始拢无阁起，期间各300调降。若是主体用电不到110度，2004年每度电是2.1块。即马每度电是1.63块，因讲是电价甲成本4到5成，为合理反映发电成本。经济部试算电价，若是民生用电无到110度，假设电费钱起5%，一个月每户电费钱会起9块。那每个月用电满330度，一个月电费钱会贵34块。3% 是2次吗？还是1次？4月调1次，10月调1次。它都没有逐年，所以2次3%其实总反应只有3%。经济部显示，目前各国电价比较，发现台湾比韩国、法国、英国、甲德国，不论是主体电价还是工业用电，每度电拢是上低。面对台电了钱，王美花承诺，电价调整会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做优先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拆家将原在国内有犯罪集团专门伫咧甲人改电表偷用电，初步估计这台电上无互人偷用1323万度的电，损失超过4000万。这改电表的做水电的加起来嫌犯有12个，拢互检方依照加重诈欺等罪嫌检起诉。你的封印锁、封印签都被动手脚，代表说你这个电表被打开来过。台电派人稽查当场，就揭穿电表有问题，互人动骹手。业者看代志别空，也无话通讲。相关单位大规模勘查，搁较伫南台湾真侪所在，发现类似状况。警方对源头查出偷改电表的水电工，全拢是同一个集团。警员大电视攻坚，将人为困梦中逮捕，现场也查考真侪犯罪工具。警方调查，不法集团正经犯下北台湾上大窃电案，将湘北真济仓库转租予乌矿业者。
这类的用电大户透过改装电表赚价差，即马手法翻新，请用水电工伫屏东真济地区协助业者改装电表，降低加速透电。理发厅、餐酒馆、民宿、当铺这些营业场所，甚至还有一处是这个制毒工厂，这些用电量需求比较大的住所，确实有电表它的封印遭破坏，以致计量失准的情形。经过台电公司清查65个电表风改造，风透体度数比1323万度较悬，损失的电费前后超过4000万，目前对上一年的电费至少2310万。今麦检方也将涉案的12个人依法提起公诉。被告等12人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向法院申请将被告等人所诈得电费新台币4000余万元予以宣告没收。天开被告名单，那是有七电集团成员，包括民宿、餐酒馆、铁头毛店家等店等，几名业者依法犯法，互计量失准，规避电费，难得发放。专案以加重诈欺等罪嫌起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这国际黄金的介绍是直直起，台湾金马店公告的这个黄金介绍，也是这几年上悬的。伫高雄说出现全台湾头一台黄金贩卖机，就踩伫咧百货公司内面，有卖金条、白银等等的商品。不过，家算起来，介绍也是偏金马店搁较贵，也引起大家讨论。这台看起来亲像一般的贩卖机，其实伊是全台头一个黄金的贩卖机，操作方式同款，民众只要入卡，金马就会为出口拿出来，佮有保证书。其实毋但卖金条，也有白银等等超过10个商品，介绍为1000到3000外块拢有。业者表示，这一个月因业价已经超过50万，才袂少民众试看卖。金马店内底限制足多的，限制甲有当时入去，有当时要出门要创啊货，那无方便。机器操作提起的就会使啊，我感觉是较方便啦。贵一点嘛是较无要紧。买物件，连黄金这种贵金属拢会使安尼买啊。截至目前的话，营业额的部分是有超过50万这样子。那是希望消费者可以在买黄金的时候，不要受限于时间或地点，都可以轻松的做购买。虽然方便，不过贩卖机的金马介绍确实比金马店的搁较贵，1公克可能相差800块。其实最近国际金价已经破2000块美金，是这几档以来上悬的介绍。金马店业者表示，最近卖金马的人是加出3成，上涨有3成左右，因为回收其实现在的金价蛮高的，我们注入在7900，所以很多的客人他们都会拿很多的黄金来抛售场。进前也有大卖场卖金马，是引起真济讨论。即摆民众买金马的通路变多，煞拄着黄金当咧起价，金马店业者预测未来金价可能会继续起。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希腊的总理米佐塔基斯访问乌克兰，伫咧当地时间初六去到敖德萨港口，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了解港口的情形，却去撞到罗西亚军队的空袭。这飞弹击到几100公尺以外基础设施，造成5个人死亡，几人受伤。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行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个人握手拥抱了后，开始当时的港口参观行程。为解说内底，米佐塔基斯了解敖德萨港口对乌克兰出口货物的重要性，嘛看到现场的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的迫害。在伫个伤兵要离开现场时阵，当地所发生乌军空袭。米佐塔基斯表示，双方当时拢无时间去避难所。Έχει υποστεί αυτή η κρίσιμη υποδομή όταν ακούσαμε κάποιες σιρήνες και λίγο μετά καθώς μπαίναμε στα αυτοκίνητά μας ακούσαμε και μια μεγάλη έκρηξη και νομίζω ότι αυτό για εμάς είναι η καλύτερη, η ζωντανότερη υπενθύμηση ότι εδώ γίνεται πραγματικός πόλεμος κάθε μέρα. 当时飞弹落来所在，就伫距离双方车队差不多500公尺以外，真危险。好在2个人拢无受伤，不过这个袭击嘛造成5个人死亡，还有真侪人受伤。俄国国防部讲，这是对港口的基地发动攻击，认为乌克兰伫遮准备无人的快艇，提供予武装部队作战使用。
对此，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是伫社群媒体 X 发文谴责俄军伫其他国家领导人访问的期间发动针对敖德萨的BP 袭击，嘛互米佐塔基斯佮一摆承诺，希腊甲乌克兰共心。Και η παρουσία μου εδώ αντανακλά, πιστεύω, τον σεβασμό όλου του ελεύθερου κόσμου προς τον ηρωικό λαό σας. Και ταυτόχρονα υπογραμμίζει την δέσμευση της πατρίδος μου της Ελλάδος να παραμείνει στο πλευρό σας.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讲，敖德萨受到袭击，会当明显看出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紧急性。嘛，搁一摆提醒各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无停止。北京有关会努力化解共和党阻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的难题。搁一摆呼吁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采取行动，赶紧通过乌克兰的援助案。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讲到这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引起红海危机，也门的叛乱组织青年运动，昨搁再发射飞弹攻击一只货船，造成3个军官死亡。这也是青年运动头一届攻击红海商船有造成死亡的事件。货船因为去后飞弹击到导火烧起来，印度海军派员协助拍火。这是一只挂800多国旗，是赖比瑞亚的，由希腊公司经营的货船“真实信心号”，设立伫亚丁湾的航行途中，去予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的飞弹击到。青年运动承认发动这届的攻击，佮讲这只船拒绝警告消息，所以发射真一辆飞弹攻击。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بحرية في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ملية استهداف لسفينة ترو كونفيدنس الأمريكية في خليج عدن وذلك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حرية المناسب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بفضل الله. 青年运动伫声明中指出，真实信心号是美国船，不过美国是讲这只船甲美国无关系。货轮去互飞弹击到了后，就火烧起来，至少有3个军员死亡，也有6个人受伤。真实信心号载运建材甲货车由中国连云港开往沙特阿拉伯，船顶拢总有20个军员甲3个武装警卫。货船击到了后，就火漂流，船顶的人已经跳船。这是青年运动为了支持哈马斯攻击红海商船以来头一届有人员死亡。美国国务院批评青年运动的粗鲁攻击，无顾当地窜过红海的无辜百姓的安危。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hold the Houthis accountable for their attacks, which have not just disrupted international commerce, not just disrupted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not just endangered seafarers, but now tragically killed a number of them. 青年运动已经对伫红海活动的商船、美国甲联军海军舰艇发动超过45架飞弹甲无人机的攻击行动，其中大部分互美国也是联军驱逐舰蚂蚱，也是落入水中。这届头一届有人员死亡，代表青年运动对红海船只的攻击明显有升级。都亲像英国大使馆所讲的，地面的攻击恐惊无法度避免。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地球变甲烧复或者海水温度也升悬，后面的高平年气候变迁小组指出，这月海水表面的平均温度是21.06度，是1979年有记录以来上界悬的。南半球会出现上严重的漩涡白化。哥白尼气候变迁小组简称 C3S 是欧盟哥白尼计划所属的6个工作小组之一。欧盟为2003年开始推展哥白尼计划，主要是透过扫冰系列卫星的遥测技术，详细观测和记录地球的土地利用、海洋变化甲温度这资料。C3S 的研究发现，因为2024年2月是连续第9个月全球的月均温创纪录，连带影响海洋的水温持续升悬。Every month since June 2023 has set a new monthly temperature record, and 2023 was by far the hottest year on record. El Niño has contributed to these temperatures, but heat-trapping greenhouse gases are unequivocally the main culprit. There are direct impact on the marine ecosystem, on fisheries, on all that is related to life in the oceans. But then there are also impact on the climate, the impact on the atmosphere, impact on the all the processes that have a
connection, more or less direct with the ocean. 气象专家指出，海水温度持续升悬，一定会影响海洋生态。路透社报道指出，南半球会出现有史以来第4届，也是上严重大规模漩涡爆发。除了海洋生物的生存面临危机，咱人嘛无法度无代志。If we're seeing average temperatures being higher, then we expect to see the temperatures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locally being potentially higher and record-breaking as well, and that raises significant concerns about human health. 欧盟各百年气候变迁小组调查范围是为北纬60度至南纬60度中央的海洋，所以并无包含北极甲南极四周围的海域。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今年4月，台湾关系法就满45年啊。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表示，美国甲台湾会继续徛共边对抗中国威胁。另外，伫咧美国国会要举办纪念活动，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就表示，会带团参加赖清德总统的就职典礼。今年4月，台湾关系法立法特别届满45周年。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特别伫议会发表演讲，表示美台关系有特别的价值，也就是即马美国跨党派的共识。佮指出，中国当地拓展军事力量，威胁区域和平，美国更加应该甲台湾徛斗阵。The PRC is showing the world that it's prepared to redraw maps by force,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increasingly recognize their interest in preparing to deter and defeat aggression. Standing by our friends, standing up to adversaries, and investing in the military capacity to do both. 美国国会大楼嘛举办纪念台湾关系法45周年活动，驻美代表伊代雷受邀请参加。参加会议的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宣布，要带团来台湾参加总统当选人赖清德520的就职典礼。佮提起家己去年4月访台了后，就去到中国3项制裁，这就是中国侵略行为的证明。各界嘛关心，中国当地举行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强报告中，关系台湾的部分，伫统一进程3度和平。不过，习近平提起两番，搁再声明共同推进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外长王毅伫中华记者会嘛强调和平统一的政策真清楚。我相信啊，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一中原则的全家福的照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越有利，台海和平就越有保障。我们的政策很清晰，就是继续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他在完成祖国的统一，扫掉和平，但是他在前面那句话其实已经讲，希望双方能够和平发展。整个共产党的领导，他是以党领政，还是要由习主席、总书记去做拍板定案。那他在下团组，他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跟指示的，所以我想这个争议已经。立委会主席邱泰山备询的时阵分析，伫伊党两政的中共习近平的表态都是定案，对台政策目前也是维持和统。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三不五时扰乱台湾，也互今年汉光电脑兵推对英国5天4暝增加到8天7暝。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考虑到中国威胁，延长兵推来验证对普色地带的能力。另外呢，这中国军事费用是大大增加，中华战力是愈差愈济。邱国正表示，国军袂甲因比较军备，国防投资就要考虑到特情甲国力，也强调军事安拢照进度来行。中共扰台拢无停，国防部初次发布查到强机8台，也佫有其中一架直升机飞到东部空域，5只强舰出现伫台海，国军严面伫监控应处。针对中共加强无明确的所在冲突，国军今年汉光40号电脑兵演，为较早的5天4暝增加到8天7暝，就是要验证对无明确所在的应处能力。目前规划5月要举行，不过立委是关心兵演延长是不是甲赖清德要就任总统，国军对新政府无信心的。我们对未来的赖总统面临的两岸情势是没有信心的。我跟委员报告。看完有些时间长短跟内容的科目界定啊，一定有原因。叫做灰色地带这个处理啊，还有更加具体，假如友军
一旦面到什么状况，由我们如何来协助应对。针对美方当年派员观摩汉光演习，柯广正表示，国军真侪项武器装备拢参考美军。国讲台美关系密切，美军虽然无伫台湾有部队驻守，不过当年拢会来台湾协训，次数拢有增加。今年基于无益，未来原来接受美军协训，对中共军费今年成长7.2%，引起区域国家的紧张。不过国军面临美军军售延误，恐惊会造成双方的战力会差搁较济。柯国正是讲，国军绝对无要做军备竞赛。敌大我小，敌强我弱，这不真是事实。光看这个人员、武器装备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我们要强化我们自己，不管训练，目前进展的，我讲真话都还算蛮顺利的。两岸情势紧张，以及金厦水系争议，中共加强执法，海警船伫台湾东部外海出入，柯国正坦白讲无路径，烦恼处理无适当会拍起来。军方昨天来讲的话，这已经濒临这状，但并没有变呢。两岸的状况是很严峻的，我们已经停吊胆。面对中共伫无明确所在行动侵扰，国军已经修改第一届规定，若是航空海航实体超过规矩，就会犯罪。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的抖音和伊的国际版本 TikTok， 这几年来是真侪民众爱使用的社群平台。不过，这内容和治安问题一直拢有争议。就立委伫咧批评讲，这 TikTok 伤害台湾民主，而且一大堆诈骗和色情的影像。作为部长邓凤就表示，已经把抖音界定做危害产品，未来拢会处理。选举期间，抖音和伊的国际版 TikTok。大量传送作票等无实在的消息，进行过学生100人的影片公开这状况，争议不断。免我管这 TikTok， 外界拢真关心。在抖音上面大肆流传说什么做票的这个假讯息很严重的儿少色情。它不是普通的广告平台，它现在也被我们界定成危害产品，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可能可以实质控制的这个产品所谓部长东方来立法院质询。立法委员认为 TikTok 伤害台湾的民主，佫是诈骗儿少色情的糟粕。不过，数位部管制效果敢若无好。东方回应的时阵强调讲 ，TikTok 认为是害仔产品，后续拢会来处理。不过 ，TikTok 的问题唔拿台湾在讨论。美国国会的跨党派议员最近联合提案，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立即跳动，要伫6个月内和 TikTok 拆股。And allowing a CCP-controlled entity like TikTok to become the dominant media player in America would be like if in 1962, at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Pravda and the KGB to purchase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shington Post, ABC, and NBC. The Taiwanese elections heavily interfered with by the CCP, and what was the vehicle? TikTok. This is the year when I think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is going to participate in an election. We should not believe that other elections would not be affected similarly. 这项法案受关总统指定特定的应用程式，若是去予外国对手控制，造成国安风险，会使伫美国禁止使用，同时甲中国、罗西亚伊朗和美国列做外国对手。佫点名立即跳动和 TikTok。If the CCP claiming to stand up for Americans' First Amendment rights is definitely the joke of the century. They not only steal Americans' data, violate their Fourth Amendment rights regularly, but also violate Americans' First Amendment rights daily. TikTok 捌说明讲，未甲美国用户的资讯提供予北京政府。另外，这项法案伫当地时间初7，会伫众议院的委员会审议。记者综合报道。2023年 IEYI 世界青年发明展，台湾的学生团队摕到真好的成绩。台湾和8个国家137件作品做伙竞争，台湾代表队摕到14块金牌、10块金牌，也佫有22块铜牌。而且台湾争取到主办机会，今年8月来这发明展是要伫咧咱台湾举办比赛，按说有10个国家要来参加。我们先用温度感测器测量，只要它到达一定的温度，会使这个压力感测器作动。高中生当地介绍的重点，就是由3个学校做伙发明的移动车内紧急救援系统。那车内温度上悬的时，就会启动，会发通知到手机啊，警告家长莫袂记得囡仔也伫咧车内，通避免意外发生。因伫2023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摕到金牌，另外得金牌的也有为特务业设计监测系统，透过肉的成分，就通分析动物的健康。像是牛跟猪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因为如果他们一次养很大量的动物的话，我们就不用针对全部的动物去做侵入式的检测，就可以缩小范围。
2023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参赛对象是6岁至19岁的学生。台湾代表团和日本、中国等8个国家137件作品变冠军。今年拢总办出34块金牌，台湾就摕到14块，也有银牌10块、铜牌22块，成绩有够赞，办是教育部特别颁奖表扬。全部的金牌里面，我们得到了一半14面符应我们新课纲这样的体验学习、自主学习、创意学习这样的理解可以说是大幅的进步。教育部表示，台湾参赛作品真多元，拢甲咱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望互世界看到台湾囡仔的创意和能力。而且，咱今年争取到主办国2024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就办伫咧台湾，到时8月拍算会有10外国家来参加。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台湾伫每年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宗教需求增加。新北市头一间提供即时照护要居住型的宗教单位，就设伫咧南口，未来会当提供104个时段无共需求的宗教服务。上届特别是个引进智慧系统，透过科技照顾时段，会当更较集中。伫温暖的空间，带时代做运动，隔壁阁有互时代算多算的空间。这是由民间基金会起的新北市政府协助的长照机构，形表天生机。这是新北市第一间提供社区日间照护、甲多数型的长照机构，初次举办落成典礼。但是有一天，你们也会跟我一样，我们大家都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全体台湾2300万人，大家都要念之在之的关心老人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超高龄社会来临了。如何让长辈在地安养，在最快的速度里面，我们希望新北市还有第二州的天使机。天使机通提供104个长者照护服务，其中22个名额提供予弱势长者免费使用。伫室内也引入智慧设备，除了传统人力照护以外，加上高科技，也通提升照护品质。长辈进来，我们会有生物辨识系统做一个智慧监测的部分的住宿型跟失智家屋的部分，我们会有离床系统的通知，也就是长辈下床的时候，会有系统告知我们说，长辈离开床位了，那我们就避免就是会有一些跌倒异常事件发生。新北市老人人口占比已经超过10%倍，估计每年会超过20%。加上少子化照护机构需求会愈来愈悬，而且根据国民健康署的估计，未来40年失智症人口会愈来愈多，也显示特殊长照需求正在增加。目前天使机启用时间也未确定，天使机希望因通加做一个例，鼓励愈多人关心长照议题。记者郭林永凯新北报道。来看中华宝岛苏运公园，伫咧2000年呢，由国防部提供3粒度一个胜利女神飞弹，放伫咧公园和民众观赏。不过，这个所在拍算要起球场，电工所向国防部申请刷位，今仔日也开始拆，把这放20多年的飞弹刷走，真侪民众也拢讲，感觉真可惜。工地人员当日时间要甲12公尺长、将近5000公斤的飞弹刷走。2000年的时阵，由国防部提供伫中华宝岛苏运公园采3粒胜利女神飞弹，予民众观赏。即阵要刷走，当地人嘛感觉可惜。胜利女神有一个雄壮威武的，伫咱宝岛遮算讲有一个景点啦。即阵要拆掉，敢有淡薄仔唔甘？有啊，遮咱减一个景点去啊。比较特殊啦，所以讲遮北岛遮真少有这个物件。是。买菜来摸看，但摸坐一下。美国研发的胜利女神飞弹，1959年加入国军服役，一直到1997年退役，守护台海安全将近40吨。宝岛电工所表示，因为苏运公园要改建，拍算起球场，提供民众运动空间，才必须把这3粒飞弹刷走。飞弹2000年的进驻私人公园，这也非常的一个真大的攻击因为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之下，咱这个公园有1.9公顷，会当发挥更较好的功能，变成休闲的一个真好的所在。宝岛电工所表示，飞弹拆除清刷工程预计需要2天的时间，也已经甲国防部协调好势，未来这3粒飞弹会刷去台中太平的避难野区。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
关埔国家森林游乐区有一丛树龄超过80年的樱花树，今年差不多是伫咧3月中会大开。今年的花期偏樱过是早半个月。游乐区的业者表示讲，若准这几天天气好，无撞到落雨，这花期大概有半个月。若准想要赏樱花，就要趁一阵。民众看到这么水的樱花，赶紧把握机会翕相做纪念。这丛树龄超过80年的樱花树，白色樱花开满树枝，看起来亲像落雪同款。徛在树仔脚，风一个吹，互人心情真轻松。有人专工为了要来看花，骑5点外钟的铁马来个遮。风景很好，空气很好，但是有点累，不过蛮好玩的。很久以前就想起来，因为刚好看他的 Facebook， 为了他，为了樱花爷爷。对。值得吗？值得，很漂亮，很棒，比山下的好看。比粉红色的开的还要更多。台湾完成种的雾社樱花，今年差不多是在3月中开始进入开花期，今年煞提早2礼拜开始大开。在对业者讲，这礼拜是上适合来看樱花的时间。今年好像提早了将近半个月，像现在是3月初。几乎花就快要满开了，然后差不多90%了。假如不下雨的话，还有差不多2个礼拜了。看老天会不会保佑？这个1年1度的这个樱王盛开的时候。而且讲，除了这丛悬14公尺的樱花王以外，另外一边还有2丛樱花树，开出来樱花同款真水。建议要来看花，民众会当把握这段时间。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嘉义县的一米社区大厦办这摄影课程，甲民众用手机翕相，佮办摄影展，互上课时代，唔那增加出门意愿，佮当透过展览家己的作品增加自信。老帮老用这科技产品也真正够。上摄影课的校员徛伫家己翕的相片头前解说介绍，这相片拢是用手机翕的。社区大厦的老师讲，人拢有手机时代，已经改变英国翕相专业识别的要求。是大手的手机啊，买当翕出好的相片。单眼的拍摄和手机拍摄，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技巧。单眼拍摄一般来说都是非常的笨重的，那我们手机拍摄随手一机拿出来，用手指马上握的程度，可以拍出一张最漂亮的一张照片。外出的时阵看到足好的一个景物，你随手就可以拿起来拍，唔免搁摕个单眼，我感觉这是一个足方便的所在。嘉义县的宜美社区大厦举办摄影课程，来上课的长辈讲，少年的时阵都无用咧做功课，食老退休才发现家己无啥物兴趣。来上摄影课，有拿出门的机会变多，搁有享用手机来翕相，拢感觉家己搁少年起来。虽然讲我年纪有较侪啊，你要讲搁这种科技的这种手机对阮有较处理，嘛搁一步一步来伊总有耐心安尼甲阮带，甲阮教，所以讲互阮安尼学起来拢无压力，出去就是快快乐乐安尼。校园系列上正做展览的作品，有平常时的生活，嘛有地方文化的记录。老师讲用手机学翕相，技术袂介困难，成本嘛较低，对长辈无啥负担，也会当对翕相有成就感，甚至阁增加因出门行大意愿甲机会有好无歹，心理甲身体拢会当愈来愈健康。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南三国国小为了要互囡仔对武器有兴趣，老师带囡仔练摇笔动作，另外也甲情绪基地放入去语言教育，互囡仔会晓表达心肝内面真正的感受。学校表示，用趣味的教学设计，对提升学习真正有效果。囡仔练摇兼笔动作，咧呈现古早时代赤牛仔咧犁田晒太模样。这是台南三国国小的台语课程，老师佮甲情绪议题放入语言教育，起头先对歌谣内底学情绪台语词类，再佮互囡仔抽情绪卡来认捌各种情绪的背后意涵。透过情绪卡，毋但学到欢喜、幸福甲受气着，嘛通互因会当用语言表达心内感觉。囡仔上这课感觉安怎？老师会唱歌，所以足欢喜的。唱着受气，我受气拢会赞好他。有的人啊，较上过避暑，
唔敢讲出来，啊，会人受气，较袂得咧受气，拢无咧鼓励别人。咱爱甲情绪表达的是安那，咱欢喜的时阵表现出来无要紧，但是咱若心情郁卒的时阵爱透开。12年课纲内底，真注重情绪管理的核心素养。其中负面情绪要安怎来面对？台语老师讲，伊用台语情绪卡教囡仔健康管理，特别互情绪更加恶化。另外，学校嘛参不公山合作，因每个月会使分水汽车来偏向学校提供阅读的资源，透过绘本来联结台语文化。一般的阅读的资料以外，伊内底嘛有真侪迄种咱台语文的学习的资料吼，所以会提供阮3个国小的学生囡仔。咱若互囡仔会当有引起伊的动机，还有他的兴趣的话，伊就会对这个学习伊较有成效。用台语念谣学情绪的方式，囡仔拢感觉真趣味。台语老师嘛按算未来课程，要带囡仔斗阵来创作属于家己的囡仔歌，互因轻轻松松唱出无记的歌。记者李秀台南采访报道。加拿大是民主自由国家，事实上，加拿大也有一段政府侵害人权的历史。第一届世界大战时期，加拿大通过战争措施法，用保护国家安全做理由，爱人民放弃土地财产，甚至是强迫劳动侵害人权。加拿大历史博物馆用这段历史做主题，在台湾的国家人权博物馆举办展览。咱的人权博物馆表示，台湾通对加拿大的历史经验当中学到，咱台湾也着爱了解过去，也爱反思。乌白的战争相片，这场展览为第一摆世界大战这段时期的历史讲起。1914年，加拿大参加第一摆世界大战了后，在同一年8月份通过战争措施法，以保护国家安全做理由，扩大限制人民的自由，造成人民的人权受损害，亲像爱人民放弃土地、财产，甚至强迫劳动。原住民互人当作二等公民，有左派思想也有罪。We are a country that has treated indigenous peoples as second-class citizens, that has often been intolerant of non-European immigration and non-Christian religions, a country that has criminalized radical left-wing ideology. A country that locks up its artists and its poets or forces them into exile, that's like the Colonel's Greece or Franco's Spain. 展览也透过访谈受害者，记录因安怎互政府侵害。七点前表示，虽然大部分加拿大民众知影战争措施法造成人权损害，但是无一定完全了解这段历史。安排这场展览的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加拿大的这段历史甲台湾维权时期面对的状况相像，希望透过加拿大的咧，互台湾也会当知影了解历史、反省历史的重要性。爱甲这过去的历史的真相做就完整的研究吼。会使互大家了解，我感觉是人政馆的责任是应该是安尼做。大家爱对于咱过去的历史爱熟悉，咱较会知影讲咱台湾的主体性是啥。这民众认为加拿大是进步民主的国家，其实因嘛有政府侵害人民的历史。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最近也有参纽西兰、乌克兰这寡拢经历过历史相混的国家交流，看人是安怎面对、安怎转变。人权馆表示，面对是和解的第一步，才会当避免悲剧甲错误。记者龚林玉凯新北报道。在太空人上到月球南极的阿提米斯3号，上紧在咧2026年执行任务。候选太空人也已经完成训练，其中也包括一位来自中东国家的少年女性诺拉，伊也是正做美国 NASA 头一位完成培训的阿拉伯背景女性太空人。甲共机成员同齐行至典礼现场，来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诺拉顺利完成太空人培训。2021年，伊打败4300名竞争者，获选阿联酋太空总署太空人，进入美国航太总署 NASA 受训。经过3年的努力，31岁诺拉唔但加做第一位来自 NASA 培训计划计业的阿拉伯女性，也有机会参与阿提米斯登月计划。I want humanity to go back to the moon, and I want humanity to go further beyond the moon. And I want to be part of that journey.
诺拉自细汉就对太空真有兴趣，5、6岁的时阵，就立志要踏入月球。伊自机械工程系毕业了后，就进入阿联酋国家石油建设公司担任工程师。后来通过太空人选拔，在 NASA 为期30礼拜课程中，伊秉持热忱甲坚持努力的态度，完成包括太空漫步等专业训练，连读班同学也对伊真懊恼。The training was tough. I'm really proud of her that she finished all the training with us as one team. That's a really powerful message for all Emirati women. 事实上，伫诺拉进前就已经有阿拉伯女性家伫私人航太公司执行职务。NASA 是设计特殊的太空人头巾，尊重诺拉的宗教信仰，协助伊顺利完成培训。真受大家注意的阿提米斯3号任务有计伫2026年9月执行，到时阵会有第1位女性甲优秀人奖太空人踏上月球南极。公司新闻neu间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0度到16度，苗栗到云林对11度到21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2度到1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8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